1814年客家苗栗客家歌术演唱会节目开始。年的上场分享主持人李在义先生。好，俺将的第一届，来选手，大家好。今日當會議咧參加那個政治活動嚟哈，來安排下嘅苗栗客家歌術演唱會。哇，呢幾年咧一年一百客家非常期待呢個演唱會咧。客家點啊？今年咧幾多年咧？幾多？第4年啊！3個人嚟參加你苗栗客家哈，你演唱會大作名聲，全省有名。為你自家咧，眾神鼓勵下。年上場，所有太聰明。但是咧，請注意嘅係，你要得真，苗栗演唱會演唱客家唱咧，一直天天演唱。所以咧，來參加4年前一次啦，按多年咧推動咱的客家文化，你神夢嘅演唱主持人咧。教太下伊要文化運動曲。係安尼最帥氣客家歌嘅起頭嘅曲種哈，林局長，歡迎來演唱。好，你演唱嚟今日哈，含唱清楚，所以咧今日要副演唱。邓慧菊邓副縣長你，最愛客家文化推動這裡不遺餘力，感謝副縣長。同時呢，苗栗願景前程似錦，讓我們熱情掌聲歡迎議長鍾東錦。全團的氣氛充沛凝重啊！這個愛絕對不可以輕易放過。在開場之前哈，有請你嘅安多壯觀哈，多堅強哈。安哥呢，堅強要有意哈，最演是咩？你嘅語言。哦，余文忠余議員好。先生在呢，佢哋婆帶定媽媽。先看你還有母親節起來了，10號給媽媽也掌聲鼓勵，還有最美麗的夫人。好啦，按多年嘅今年，當時蒙太家哈，參加堅壯嘅哈，今年哈，10分嘅動槍哈，按多嘅壯觀，你本來條哈，基層咧30年、40年，一直代表咗嘅舞台。跟住咧，一年哈，出彩講嘅唱國防愛調。按多年咧就冇了，但第一年來講哈，10年前最有共同的主持歌，是我的榮幸。好了，將一個長官是不是到台上來高歌好幾曲？啊，長官上來，來為我們說幾句話，熱烈送上。冇唔記得，最基層嘅當過英同主持過後，下開咧粵曲方面當到千英同千英順咧，呢個唐好作。他們請看看佢講上嚟啊！好，上嚟啲啊，各位哈，壯觀啲嘅，正經，你現場出播嘅節目哈，讓大家再滿滿哈，來將你嘅副演唱，楊冪主持人，還有總議長，還有余文忠議員哈，還有就文化觀光局嘅局長哈，各位鄉親客家，萬安客家好。好，看
年新年的客家公司的演唱会哈，当年就会当轰动。我當間車演唱見過安部，真見馬不停蹄行去都行場，當然我間有機會來參加今年盛會啊間車演唱哈，我喺70年代有機會來參加哈，所以今年係我哋嘅3個6年先啦哈，所以嘛哈，發唔講安動哈，特別演唱方向客家人支持苗栗。客家來同客家話釀造來，苗栗是合意客家話推動全國第一名，連續3年，全國第一名，所以苗栗出行也係客家話通行語係客家話嗬，所以做來挺好嘅，所以政府為了苗栗。大等數係第一名哈，所以你一定要正見當認真來哈，客家人個客家話千基本咧，如果係客家話係創意啦，所以今日安部正見，你呢種等下嘛客家當有福氣哈，呢種發動嗰個高尚一湖談哈，所以我發我按6年前要按到客家嚟談。客家來衝3個嘅啦，做客家講快樂嘅安撫，跟客家年輕嘅時間嘛，佢同最嚟對等哈，客家還是要同防疫措施做好來哈，做客家安心。什麼副業道？來，請李總來客家勉勵鼓勵。兩位主持人，譚副院長，余文忠議員哈，還有李彥副局長，各位鄉親長輩，大家晚安，大家好。頭擺我記得4年嘅時間哈，3個哈竹東邊苗栗較多表演，較會唱哈。剛我4較後生時間我記得我總督哈，喺有寫嘅 logo，加埋卡拉 OK， 咁樣講苗栗啊，我必須做客橋哈，我感謝林展義老師哈，按上幫人推了3個哈，客家話，我們掌聲鼓勵啊哈。不但我做國外，我下國嘅，我唱，我主持正健腔，我看啲DJ你咪安排哈，老師咪唱到輕強嘅樂隊，當強嘅表演嘅團隊哈，大家安排哈，放鬆輕心情哈，好好嘅欣賞，祝福大家有一個美好的夜晚，謝謝。什麼？來，什麼？局長冇講兩句嘅哈。啊，局長啊，我貼批咗本嘢講兩句，因為啊，你睇人做啲，佢唔係客家人。一來，要按用的。好，特別就安尼吼，就講唔可以講法咧吼，就講緊種吼，議長、副院長吼，議員，還有林展義先生 DJ 演吼，還有現場嘅所有嘅鄉親貴賓，大家晚安，大家好。好。我係林彥富吼，雲林嫁過來苗栗嘅好路人啦吼，既然佢嫁過來苗栗吼，我就盡量學習啦吼。啊，客家話就盡量講吼，啊，做個大家根本安不要有一隻同快樂有同自然嘅安不呀，范比，哦，那祝福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安這些希望大家。什麼？講到有獎嘛？有。好，給阿你講念啊，好。好，啊，楊主請。啊，公益都抬下了，啊，呢種就唔得咯。好，謝謝，請留步，請留步。剛才有談過微創歌嘅啊，哈。相信你安多年咧哈，除了演唱、睇你咧來推動哈，你嘅當難得咧，呢種咧哈，加3個在幾年前幫我發覺，哦，苗栗演有3個唱到3年有獎嘅哈，嘿，你冇窮樣啊！正經哈，因為天台咧一出來就教到了哈，我想咧，要正經對3個哈，佢當到花我留大家講嘅，講嘛講嘅哈，用唱嘅行下腳。有樣哈，等一下有乜嘢欣賞就唱出來哈。今日係明日呢個早上分享二總帶來一場表演啊。啊咧二總咧哈，我要貼片咧哈，佢呢度愛來要表演俾大家學，傳承呢個客家嘅文化先嘅高尚哈。來貼片有請李秋霞3個後嚟到現場嚟對唱。國寶級的老師，秋霞嚟。謝謝老師。老師好。
壮观，安尼去按定一下，好，按热情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好，送上你的调呀。又要非常的热情吼，国宝级的这个目腔用，俩郎才女貌嘅组合哈，为大家呢带到了马街表演咩？安尼种，嘿你讲下，安今要表演嘛个？今日表演18模啦，吼，都9强18条题目都算一流的客家歌啦，哈。啊，俺老师学习了哈，给我学习的机会，谢谢。谢谢，好期待。讲是讲创了祖国的噶吼嘿，你总讲头名起吼，名都都市都好咗，冇知名。这我们在这个讲下去啊。我哋邀请咧那个谢酒的谢老师，谢老师韩国嘅团队咧共同为大家来做一个表演，什么大家节目开始。耶，那个道长。好，今日亲难得然后你种强下对唱客家小调18模按什么按多欣赏，来。春那里呀树，莫啊你呀家，莫到阿家头上边咯来哟。阿家嘅头上桂花香。谁呀？你浪得快，哎呦，嘿那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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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你浪得快，哎呦呦的哟！来点掌声给老师好吗？春那里呀树，莫啊你呀家，莫到阿家头莫边咯来哟。阿家嘅头毛烟烟咯，谁呀？你浪得快，哎呦，嘿那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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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你浪得快，哎呦呦的哟！春那里呀树，莫啊你呀家，莫到阿家娘头边咯来哟。阿家嘅丫头我的好公路，谁呀？你浪得快，哎呦，嘿那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谁呀？你浪得快，哎呦呦的哟！春那里呀树，莫啊你呀家，莫到阿家婆咪边咯来哟。阿家嘅梦里两头弯咯，谁呀？你浪得快，哎呦，嘿那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谁呀？你浪得快，哎呦呦的哟！来什么你找个记住名，还应该唔会背名嘞。谢谢老师。安志生，拜托大家一文中一言哦，很关心客家事务，也请多多支持，谢谢。耶，那个道长，感谢。
好，真係千神奇嘅吼，當時有按個機會，都係看得到二種嚟唱歌嘅吼。在全省呢，所有的呢個壯觀了就哈，能得將了將呢個哈民謠的哈傳統的歌曲，能得表現到樣色彩可圈可點。正嘅，再過一拜，熱烈嘅掌聲，送俾大家，所有表演者哈，什麼安子星。好啦，呢現場呢哈，正經哈。大家按熱烈的來了捧場哈，都係對呢客家文化先大家動態嘅支持和鼓勵。好，節目繼續呢，我哋帶來係家談到嘅呢係聽覺上的享受，接下來視覺上的來咯哈，大家夢足綠綠嘅。係邱可芬老師呢帶來的很多扇舞飄飄，非常美麗嘅舞蹈呢，邱可芬身材也非常的曼妙哦。對呢啦。苗栗呢哈，你舞蹈方面呢哈，舞蹈啦、舊創啦、舊跳了就哈，非常嘅熱情熱烈。頭擺佢已經係用其他用咗了哈，也叫帶通咗出嚟，留客家歌、留嘅舞蹈融合。都強下，所以呢，你大家兩下就嚟欣賞他們的成果，熱烈嘅掌聲分享，扇舞飄飄。
常的精彩哈。哇，真见哈，像仙女同样啊！跟老师邱可芬老师有讲哈，不过呢，你有肚子，还得有师傅，还得手臂有肉肉哈，唔怕，只要有兴趣哈，都可以像他们表现的这么好。所以呢，大家真见做一点呢，来邱老师联络一下哈，真见做得好习。看你客家嘅哈，人才当道哈。真见。佢係用跳幾分鐘嘅練練，其實佢在台下，你講10年功啊，3分鐘，客家有講嘢嘛？有，今日接下嚟呢，要用無腔樣嘅表演，去呈現俾大家。頭下呢要客家嚟介紹哈，睇下呢個政府嘅特徵一出來呢，節目安排非常嘅精彩。最後嘅乜嘢啊？就係劉宗謙。輕看到矮就說老誒，有氧，所以適合安尼現場所有呢最優質嘅觀眾朋友呢來欣賞嘅，啱唔記得呢？安尼呢係第一名哈，3年來就係苗栗推通通行於第一名，現場每一位採籌嘅每一位都是有功人士啊哈，都非常嘅支持。安尼係咪呢？先本大家請家一場熱烈嘅掌聲，什麼？阿來。愛苗栗，係愛客家，係愛遊我，有嘛？有。所以睇上講出呢個客家話語。接下來呢，我哋介紹嘅就係在呢個苗栗縣嘅人才家下講青島，你下介紹一下謝啟國老師。有氧係真有名嘅一隻先生，同時呢，你下教小朋友教後生人呢，向下來創。採茶戲，同時呢做3餐打咩啊？即係到親切，到熱心吼，教嘅親友哎呀。所以呢，大家來熱烈地來歡迎謝啟國老師先生，還有吳佩雲，熱烈嘅掌聲歡迎。來去哦！來到文化中心了，高台了，來睇那睇呀，苗栗頭國鄉山高了。嗌咩嘛啥？睇下係嗌阿國哥，人人講嗌名稱好，樣板講呢，講嗌偷到一個蔣老婆，也真是當蔣中的蔣呢，冇法吧？人講一眼就填出天啦，唉，人講啊。希望講來本睇個堂一條行唔掉，佢啊行路啊像剃頭，大皮槍人嘅向雷公，佢識
就是养嘅骆驼，左右和左右人嘅阿公婆。哦，那佢唔好，人身材冇幾好，唔先等可能就對啦。喊青島 news 唔是你就同佢談的啦，冇答對來，實在就冇答對，虛偽套到一幾來睇橋妹，佢講到麥雞兒就會，講到做妹兒也會，做嘅冇會唱樂句，講到做嬸兒也會，做嘅嬸就唱舞台。講到做夫兒也會，做繼父就唱嘅阿麻醉；講到種菜兒也會，佢啟模兩啖水，強強就嫌開；講到唱歌嘅兒也會，唱嘅歌嘅就唱嘅叫大我個嘴；講到食材來水不退呀，水不退。你讲嘛家呀？看到身材冇，店面行係放一下鋪啊！你刚刚讲啊嘛家呀？你剛剛講乜嘅？你講乜嘅？你家下講乜嘅？家下讲嘛家呀？我冇講乜嘅，我同講，我早順哦，同人哋曲裝啊你話，開講嘅時節，佢同我講嘅，我能夾講出來。我唐東唔講，我唱歌嘅就唱叫大我個嘴。我冇講，也一聽林展義老師講嘅。開水開無兩啖水，強強就行開。誒，也我唔點樣講嘅你，唔點我嘅耳狀講嘅冇。我就唐東就係唔講嘅呀。家平係講嘅。係，無唔是阮太家講，係咩唔講係咁要嘅？講。對不起，乜係我要講？佢都明明都曲咗同我講嘅嘛。唔是好按到啦。嘿，跟就唐來啦。我是講，樣樣就身自在，對嘛？我邊冇罵你嘛？我唐嘅嘛，給你就講來啊。好，就唐來啦。又乜嘅各位睇下唐的，係貴年嘅老年生。上去水條人心啊！
刚才出来讲青岛，嘿，主题唔记得迄个个爱个局长讲的以外，其他唔免爱讲的，爱讲青唔会创山歌。嘿冇，嘿，许多那比赛全部打电转来。这是有氧哦。有氧咯，迄嘿无氧的全部要林正英老师讲的，知道？系嘛？所以我同讲，好咧，有看到按导演无？系啊，按当然。系，唔知今日文化中心做嘛？哦，爱啲爱唔啲，知哦，苗栗县歌手演唱会。系冇？嘿，嘿，我倾向我哋看车去过创山歌。我要倾向去看吴佩云冲山歌呢。听讲吴佩云唱太桥吼，系啊系啊。嘿嘛，嘿唔怕，表示看到也个吴佩云会苗栗啦。你讲诶，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一好嘅咯，係嘛？而家局長按帶電來半日掉，實咧按一好嘅咯。但是我網友看到佢按唔啲，我就啲我半樣就按樣相嘅，冇一次看到。按你用胸唔好嘿。誒，東南下涼也茫茫嘅啦。好啦，日我冇定位睇唔到人看我。好啊好啊。好，嘅嚟半樣隻，你要聽下啲啦。好，落後故你帶路嗱。太橋嘛，一點都喺我落後顧嘅。係啊。隨我來啦。張東家聲來聽，我們唱翻配啦。到了，来同大家，哎，什么多车大家？安子生，哦上山。
哎，两位主持人哈，哎呀，老师你好，哎你好，嘿，也是我最新出的老王凤珠老师，叫他来推出来哈，一曲传扬，客家嘅所有对唱歌就都有，非常的珍贵亮地哈，亮地 CD， 嘅吴佩瑜呢，佢係鬧嘢大擂台嘅年度總冠軍哈，一條熱烈嘅掌聲，苗栗之光，係咪錯？我哋請幾位先生哈，貼喺呢度禮拜嘅演唱會哈，你看個橋段，哈，大家有聽到鑼鼓人嘅那個客家口語化冇？有，到中世界最有聽到。你聽過呢原本那個鄉土嘅客家話，你係做正統嘅，啊，所以你嚇青島嚟講客家話嘅嗬，下一台啊根本聽唔識，嚇，要做你原始嘅表現。有呀。對。因為嗬，我想也後生人好啦，莫講4年嚟啦，當道嘅花言佢冇聽過，哦，比如食羊駱駝，表示駱駝當為食，佢3年就當為食的意思。草羊阿公婆，阿公婆做出鬼嘢鬼呀，佢乜嘅意思？當男士的意思。哦，冇可能係啊嚇，冇可能係啊。咁樣呢，正然當歡喜呢，大家看得到人家嘅表現嚇，以後呢還有機會嚇，貼喺個創作無同樣嘅東西嚟俾大家。記得嚇，上次我帶我學生嘅練才力，佢哋咁樣拿到年度冠軍，所以MLD啦，連樣年度拿到，也給老年大隊台年度嘅冠軍。熱烈嘅掌聲，安康。呀，天意厲害咧，吳佩雲啊！來，趕快，有獻花是不是？有後援會啊？有後援會，有樣。獻花獻吻，獻花獻吻。好，唱，好，請。好，謝謝。啊，什麼？哦，懂感通啊，懂感通，謝謝。今日接下嚟呢，要帶來無窮樣嘅表演了，哈。好來，你聽嘅當道嘅傳統歌曲，最主要就係本大家要了解。但是呢，時代嘅進步一定要停腳步行。嘿，有樣停林子老師嘅腳步行。冇停啊！我喺啲當道年前哈，細樣看到太。咁輕矮，沒有，沒有。對啲文化先嗬，正經一直投入到啲，但係呢，喺今年去年啦嗬，一得到呢個廣播電台嘅金鐘獎。嘿，所以呢，正經董厲害，也是名嘴，又被唱歌誒。其實呢，佢嘛有入圍過金曲獎哦。正經嘅無窮樣，正經董厲害就寫咩誒？你入邊嚇，最近他個行嘅聲音唔會提嚇。對啲啊，呢個客家嘅嚇貢獻一見來見睇，我希望佢就發廣揚嚇。嚟，接下來介紹嘅係黃宇娟，佢帶來嘅歌曲呢很多，愛用妹藝術歌嘅童兒歌，愛嘅故事。好，所以當場嘅藝術歌曲呢，真係無簡單，又真好聽。你熱烈嘅掌聲來分享黃宇娟，大家好。我要記。
秀才，我喜欢我的生活。My life， 爱这个世界吃到动神奇，谈到音乐上爱来唱歌，故事动动都无嘢忘记，爱做第一记牢记全一代，也开始从3个从来闹练后来再从少年读书爱用心，最后又从杂杂爱杂2、3篇，大家都爱本爱种啥，爱唱喜欢嘅种啥，舞台当空自由自在，心情用书。下了舞台爱，喊黑爱，我喜欢这样唱歌，我喜欢这样的秀才，我喜欢我的生活。My life， 这样唱歌，我喜欢这样的秀才，我喜欢我的生活。My life，This is my life。什么听啊？我希望而嘅，我愛用一首歌曲，讓你講我嘅故事。相信今日來到現場嘅鄉親朋友啊，所有朋友真的資質都很棒。因為呢，呢首歌曲我去其他地方表演嘅時節，我大擺唱到我想去喜歡大家會本我中上。結果你就是本我中上，怎麼這麼的全國電子就甘心呢？什麼聽啊？是唱起兩首歌曲，地位都所講到嘅，我從一開始係唱平板，到背妹唱了3個字老3個，因為我一開始是係唱3個出來嘅，到後來真嘅聽講，我來出一張自家嘅專輯，就係入圍到25個金曲獎嘅衣櫃嘅人生亮點，也非常幸運，因為出了專輯過後。今日到廣播電台呢個行業的去年也拿到了55個嘅教育文化節目獎。呢個節目係由齊志燕共同主持嘅節目，因為比較推薦先，也希望大家做得多多來支持。給上下來呢首歌曲呢，它算是我的自己寫詞的一首歌。呢首歌曲非常神奇，叫做 Mr. Right。Mr. Right 嘅發音係乜嘅意思？就是真命天子。這首歌其實我是寫了之後要送給我的一個好朋友，因為佢當日都老愛講佢想要搞男朋友，唔過都搞唔到，故所以我是留呢首歌曲送問佢，嘅佢問人也加油了隻機會，留大家分享呢首歌曲 Mr. Right， 希望大家會喜歡。
讯息。世界安泰，世界安法，做嘛该心都爱改 Mr. Right， 心都安有，心都安有，你都带的那一笔，希望爱的爱不希望。爱希望人人都不爱我，大口诉你心内情意，为何都是垃圾讯息？你都带的爱你，白雪公主等待你。别让我找不到你，一抬头一点点。白雪公主等待你，别让我找不到Mr. Rice，我那个。哎呦，有請到喎，有有坤綜藝嘛？我根本一下盲潛到係咧。啊，你第一排做唔得啦，已婚哈。唔過一眾根本也都演到，結果他說他照鏡子的時候被自己嚇到，太帥了。佢劇做嘛係已婚啊哈，已婚，燈光亮亮，做唔得啊，做唔得啊。以前哈，theo下有貼去介紹哈，係佢小學3年噶哈，啊你就開始呢，對文化節都投入啊。係啊係啊。一直到咧嚇肯定叫做狀態，但是咧講學嘅同學學生嘅咧就話，同樣都按有心對咧客家文化，因為佢講法要流量嘛。有。哦，個客家呀，尤其係個金鐘獎哈，金鐘獎冇簡做單啊。乜嘢嘅金鐘獎嘅佢，嗌得都起到了位，要咩係廣播演員咧？一邊係大漢台柱哈，一邊係大漢之花哈。唔止了大漢哦，最重要嘅係呢客家委員會啊，就係客傳非傳下來嘅。講客廣播電台，啥咩都係哦。就下嚟依邊嘛係哦，喲度嗬。係叫做千號嘅為客家黨組以前打兵嘅哈。係，同時嘛係苗栗之光。係。83、4年了，我講一直到了。年紀沒充電啦。安排些到。介紹呢羅國立先生。你哋早上。對我哋嘅文化清了帶動好，清楚。啊，你談用表唱嘅，比用講嘅，係哪好談？有呀，唔過還要小解一下，羅老師呢，嘛係講課的台柱哈，節目嘅時段係俾老太家嚟講一下呢。台柱，我們用平係台柱。哪啲啊？哪啲啊？好，冇啦，其實就是講，因為客家話意思係唔知講母語，唔知道講客家話比講好咯，比講一個翻譯較親切對冇，所以做節目也保持到安尼個心情，希望講鄉親大家透過人家就給客家話能夠深到人自家對客家母嘅感情對冇嗬，一直做這節目嘅理念啦。係，唔過時段冇講一下，即係唔記得嚇。應該小解人嘅節目。做下嘅音樂人生阿國羅國立主持嘅每禮拜三晏晡頭9點到10點1點鐘嘅時間，前半段第一單元介紹一項料理，用再講我嘴巴說得比煮得好吃好啦，你咧嚟彈嘅帶通嘅按到歌曲啊，飛到客家寫到按到千號彈嘅歌嘅。睇下切架彈咗嗬，節目冇寫過得按要睇下切架去轉佢嚟彈啫嘛。就係帶來乜嘅歌曲呢？三號嚟兩首歌曲呢，非常嘅神奇啦。這首歌叫做《漫畫無敵最偉大》。漫畫無敵最偉大，大家眼睛都亮了哈。好啦，熱烈嘅掌聲分享。這時候大家就看過漫畫啦。
谢谢。我们的棒子好像很多哈。啊，对，好像感觉很不错哎。对啊，感谢大家嘅热情哈，感谢真係感謝。下一首歌曲。呢首歌曲是想要問一下大家，加問一下印尼客家話，要怎麼跟人家說謝謝？有哪一些說法？幾下種吼。按字寫韓國有呢？什麼韓國有呢？感謝韓國有冇？羅拉冇錯。你看哦，一種什麼，一個謝謝。可是呢，在客家話裡面有非常多種的說法。你要推表乜嘅？客家人真係有禮貌。講一句謝謝有很多種嘅講法，其實你唔單槍做哋講什麼，做哋種感謝，還係按字寫，甚至講係動詞幾特別嘅強情係講羅拉，還有這樣強，佢咩強用係講羅拉。其實你看客家人真係十分有禮貌。嗰個最尾兩首歌曲呢，咪係你兩首共同嘅創作，按到什麼感謝按字寫，什麼嚟㗎？謝謝，什麼？好，我們可以一起把我們的熒光棒拿起來揮揮看，好不好？感謝
乖你，谢谢。希望下年下礼拜有机会再跟来见面，好好，拜拜。什么？感谢什么安子生，安好听嘅歌曲正經哈，嘅家無講到遇見歌曲哈，講下廣播電台下晝3點，燕子飛過潭山線哈。哎呦，冇講到嘅雅節目哈，啊我咩要呢？好，禮拜二咧下晝1點到台灣天台，嘿，什麼？禮拜二咧晏晡10點到江客廣播電台。哦，正經嘅台主哈，安排到。好，那逐禮拜呢哈，主要哈，作為一年嘅呢。正經到厲人害哈。哋要盲人咧哈，要開始要準備嘅，我哋條節目哈，全部唱嘅當要線嘅哈，按到你看按呢個曲狀哈，韓國口狀全部都有到跟咗，係你是係咪唱呢個副演狀嘅嚟呢？哦，有點頭啊，我有看到哈。哎呀，看見嘿，有在場的都是證人呐，一定會上節目哈。咩啦？文總講啊，文總講嚇，你看對呀，就按要線嘅哈，尤其係媽媽。他也點頭了哈，老師啊。對啦，文化線咧嗬，真嘅要動要心啲條，最挑人係咪要看到佢？正經。好，呢咧節目繼續咧嗬，哎呦，等下，老師振作一點，老師還好嗎？有來來小機會，來小機會，不要勉強啊。係，就是有嘅有什麼？哎呀，我要名人哎呀，名人啊，即係話要呢個節目要參跟你嘅身體啊，你乜嘢啊？可以碰觸啊。哎呀，碰觸啊，係啊，做得。啊，你係真富貴天咧嗬。嘿，我要搶，你媽要搶嘛。咩？你好，所以用版哦。咩要到嗬？可能把老開數歌要關係，後生時節呢阿公阿叔阿婆睇過睇字，冇啲現場，你現場全部當後生好唔好啊？沒有，一條從外做過來哦，契擔契過來哦，所以呢一條要嘢咧，就學會個注意啊，身體健康哈，識到咯，學到咯。身體健康開鼓動，嚟，接下來介紹一下呢個神歌後咧嚇。李秋霞老師。誒，嗱，黃仁琪帶來契擔歌。熱烈掌聲。啊，來啲啊！哎呦！睇下唔係乜嘢咧，嚇！我想昂哦，嘿嘿，睇緊嘅啦，係咪乜㗎？係咪阿奇哥啊？我呀，原本嘅疫情嘅問題啊，最近啊，今日插貨啊，插些錢冇買哦。我本樣講，阿奇哥啊，嗰副卡中千多個鋪哦，老鐵那破咯。那寄來都做縮毛，嘿，人家縮毛錢好用啊，蠻好用哦，人家縮毛做得又水啊，蠻好用，你哋唔知嗬？唔知，我講冇人知，冇講冇人知啊，人家縮毛很做得做乜嘅呀？做乜嘅？做乜嘅？做乜嘅？做乜啊？
做棺材模啊！哎呦，棺材模啊？你把捕捉过棺材模啊？你人堂查理啦，我讲话就按标准嘛，请标准咯。讲话溜缝啊！哦哟，我家说嘛做得做安全模啦。哦，安全模，讲话又唔正哈。溜缝啊！我老人讲哦，我家说嘛哦，请便宜哦，你买转去哦，做得做安全模哦。还做得做乜嘅？嘿，我人讲哦，嘿本警察捉到啊，你帮我干命，你就可以发你啦，我人讲啊，哈。还有啊，还做得做乜嘢啊？还做得做乜嘅？还做得肉猪戏哦。哎呦，猪棒棒哎呦！超棒棒嘅嚇，唉冇啦唔夠講嘅，嚟，我做成你咯，唉嚟，啷個買啊？啊，做生意啊！哦，做成你哦，來啊！嚟。现场的按到的贵宾，他家点啊，按到马上嘛。哎呀，老叫嘛啦！哟，唔得唔好讲啦，啊子，我諗個按叫疫情關係啊，冇生意好做。哦，新冠肺炎嘛，嗰個叫無生意好做啊。係啊。為到啲節目咧，嚇貼喺咗安排哦，所以講咧，每實隻啲安排嘅節目哦，當要審視去設計嚇，每一年都冇咁樣嘅劇情嚇，來帶俾啲所有觀眾朋友。係咩？即冇生意好做，捱好定捱不考，後不如種到羊頭飯。哦，羊頭飯原來係咁樣。係。好，呢個節目嗬，繼續咧。啊，俺來帶來一個延續嘅啦。係啊，一連續。我本來想講嗬，辦嗰個俾做曬嚟爭落㗎，因為呀，後年誒冇夾什麼，所以我哋嗬都唔掉。好，我哋嗬不但能夠下次，還做嚟做乜啊？還做得收聽啊！佢哋啊嗬，喊書呢，實在我講死你啦！唔會講啊！哎呀，我會講，好啦，你嗬，除了啲演看啦，今日按到邊度啲節目嚟嗬，帶出來，等下我接落去乜啊？哎呦，
人讲啊，我了吼，冇生理。哟，冇生理哦，还有人啊啊！哎呦，哎呦，我哋索嘛吼，你讲索嘛啦，乜个安全冇嘛，个乾脆冇啊吼，誒，廿組係睇解上出來嘅嚇。嚟，今日講緊無神理哦，買乜啊？買插車啦，你買插車啊？我阿奇哥看見買乜嘅啊？啊，啊你嚟睇睇下嘅，買乜嘅嚇？嚟，來買菩薩嘅，嚟買插車啊！買邊啦！菩薩啊！不收不收，必必。對啦對啦對，阿媽，插車係盲買多人講，對啦對啦。哎呀，啊你好反應你啊！菩薩唔拿出嚟賣啦，哦，又實哎，在。買菩薩。我愛買必。嚇？嗯講乜雞啊？嗌一攤嘅咯。用吧。問一陣。嗌講菩薩。必啦。喲，嗌雞菩薩為必啦。啊。為嘛？唔係天講啊！講係菩薩天講嘅。呀，菩薩太菩薩。必太必。嗌很菩薩，哪講必？啊。咩嗌用我做有生理咯？咁咪用嘢咪買唔睇？菩薩，必。咩啊？我想問呀哈，我姑娘我手指啊，你都乜嘅名啊手指啊？你唔識我呀？我唔信啦。上講有名聲，有名聲，下講有出名，有出名，大家係咪？啊下子，哎呀，哎，要問你唔撈台嚟係嘛？哎哦，我名聲安開啊，多唔兩啲，你嘢老做對呀？我要啷做嘅？奇怪呢？我買菩薩唔買必啦。係啊，啊你做嘢成年，我做嘢成年啊。我講菩薩我必啦，咁我必睇啦菩薩買你買啦。咩奇怪啊？唔奇怪，你買你嘅菩薩，係。我買我嘅必，咁有關係？我俾大頭錯，我對我菩薩按好用。我講啊，唉，讀到我冇法度嘅啦。冇按樣辦。我叫咩？我按樣嘅山咧。樣嘅山咧。條路，嚇，我幫條路啊。好啊。我揾做埋條路好啊。跟住你想講講，我咩做你想講啊？好啊。好。我做你想講講咧。做埋條路嚟，嚟再唔好買菩薩嘅，嚟。我哋當好色咯，當好色嘅咩？哎呦，不按講。係啦，買插車啊，買響啊！買插車，買插車，那做什麼買插車？離了身返路上穿，無奈我買插車。哦！唉，點咩㗎？還沒開始啊！嗌啊！我諗講我，嘿嘿，緊嘅啦。彎條路嚟啊！啊，揾條路嚟，嘿嘿，我諗講。見咩啦？上擺啊，咧我嘅啞下子啊！我買菩薩佢講必咯，你講必菩薩佢講必咯，咁必買菩薩哦，買冇使啦，冇使啦，誒，一揾條路啊！我呀買物嘅本睇架台係一買東西，響，啊，嘿嗱，我嘅響就千號喺響，哎呦，做唔咗咯，嘿嘿嘿，哎呀！我嚟喊咯！啊，買響啊！出我嘅響就唔會出啊，天響啊！響啊！出哎呀，我買響就有人，然後買出。
俺没出啊，太阳西阳啊，太出西出啊！哎呦，俺头老把憋起来，俺终于成猪儿，俺看慢人，猪儿，讲啊，猪儿，讲啊，猪，啊！哎呀，哎呦，因为主动压下子，咪你老头2拜咧，哎，俺不要讲了做过唔怕，60人嘅唔会做咧。俺讲啊，要嘛？你要先好胆哈。俺要买嘢，俺买蒲松唔买别，俺买香唔买醋。你好奇怪啊！哎呀，你阿妈爱狗啊？俺呀，傻傻喊俺是阿奇狗。哦，阿吃狗啊？唔係奇狗啦，唔咩個阿吃狗？奇狗啦。哦，阿奇狗就是啊。哎呀，人人很奇怪。我買嘅。人講生理人人會做，哎呦，氣氛人人會變。你買你嘅菩薩，我買我嘅別。唔講我彎條路就彎，按叫咩買香啊？我出來彎條路買出啊！哎，俺買香你買醋，俺因為落雨曬咯，俺講香唔講醋。哎呀，拜託阿下子啊，要買？半島翻俺時候嘛。我食飯咧，做得啦，冇按嘅啦，我唔喺度教咗。因為唐講的沒有你是叫總政府嘅中心，有連站嘅都是判你裝青太遠的法度，而你要什麼哈？而你沒有你，而你嘅你裝文化局裝要按到演員，係按到觀眾來捧場，所以而你今日，而你就係會鬼旁嘅家事攤販啦，讓你啦，突然一看節目，好吧？好啊，俺冇一件事情。你冇干嘛事？李小霞老師有來嘛？李秋霞老師啊？係啊，佢係個偶像嚟。人家嘔啊，嘔啊！係啦，我係嘔吐嘅嘛。我想同佢做朋友。想唔會死啦，可能有來的。有來啊？係啊。哦，有來。將我將我嚟請佢。我請埋你請佢。好嘞，嚟。買插車啊！買插車啊！買插車啊！買插車，買插車，打咗出門買插車，一條成花褲衫床，我來到買插車。嘿，誰阿哥誒，誰阿妹，南北北個用車，也要燒焦，也要醃製，但我不敢相信。嘿呀羅地嘿喲，嘿呀羅地嘿，嘿呀羅地嘿喲，嘿呀羅地嗨，羅富中的車，阿伯開上飛，當光中烈烈太多氣烈烈，插車買得烈烈，快啲咬烈烈，輕輕鬆鬆買愛做呀嘞。咩？叫你買乜嘅東西啊？要買別，我要買醋，也係要香要醋，這菜哦，係㗎，我讓我捧場啊！你叫我東西啊？還有買衫，還有買衣服，買插車哦！還有對，買插車，買插車，打咗出門買插車，一條成花褲衫床，我來到買插車。誰阿哥誒，誰阿妹，南北北個用車，也要燒焦，也要醃製，但我不敢相信。嘿呀羅地嘿喲，嘿呀羅地嘿，嘿呀羅地嘿喲，嘿呀羅地嗨。
来哦。来了，哇，麦都很欢喜哈，看他很想转行。也就安尼在做起家吼，40-50年前以前，他敢演出个流传出来一个祖先的智慧。嘿，好，所以呢，礼拜呢，维多利亚那个吼节目呢，手下呢吼，然后按到的吼，团员呢就跟弄子，咱样板去落节目呈现出来。有样，麦要无穷有，麦得亲神气，麦都按粉咯哈。希望呢，大家都得祝他们生意兴隆啊。哦，安尼节目呢，越来就非常的精彩哦。有样，接下来呢，又係無窮有嘅感覺哈。嗱，正件係下一位哈，謝宇威老師，因為講下一位係嘛？差異差一位。喺啲啊節目當中，大家講，哦，讓我唱嘅都按大牌咯。嘿，哈，哎，你那個預算讓我要按高落嚟個，客家的打磨哈。喲，哎，當然呢，大家哈，按當然呢，為咗文化先達標呢哈，大家呢共同嘅理念哈，但是呢也希望講能夠節目哈，做本大家去哈，來傾聽，來讓我哋有大分數。好，接下來介紹嘅係蔡一鳴先生帶來嘅一撒，你嚟嘅掌聲。一正嘅一撒，歡迎大家。各位美麗的朋友，大家好。好。这是一首有关思念的歌曲，把这首歌献给大家日夜思念的人。伊莎，是我们泰嘎。伊莎，離開愛概念，愛的心悲傷啊，目之流連連，離開一年，想你一年，多耐時多耐見，現兩三總會相見。愛像金然化作一陣夢魘，飄啊送啊躲啊，送到你的身邊，給你一面，想你一遍，係唔係有可能那情緣還會相見？想你年年，想你千萬遍，無奈何無從的誓言。想你年年，想你千萬遍，無奈何恨你有啥無言。太愛恨，愛恨，愛恨，你也不會。You know I miss you so much, 愛兄弟。揮舞一下你們手上的熒光棒，好不好？什麼泰嘎？愛像金然化作一陣夢魘，飄啊送啊躲啊，送到你的身邊，給你一面，想你一遍，係唔係有可能那情緣還會相見？想你年年，想你千萬遍，無奈何無從的誓言。想你年年，想你千萬遍，無奈何恨你有啥無言。太愛恨，愛恨，愛恨，你也不會。看伊莎離開愛概念，愛的心悲傷啊，目之流連連，
你一眼，係唔係有可能那情緣？喊來相牽。You know I miss you so much. I miss you. 愛上。伊莎，上舞台㗎。老師好。老師好。你好。嘿嘿嘿。哇，老朋友啊。因為在民國91年開始客家電視開始開唱。然後我也有主持個節目。年份全部講出來，還有他一生按尷尬哈。老前輩啊，真的是呢啲客家嘅音樂嘅前輩啦，讓老師好好學習。曾經當時望以為第一擺做得來到現場啊，然後安尼所有觀眾朋友來共嚟見面。有樣，同時呢，余偉老師懂我喊哦，能夠出來看演出真好，對不對？同時呢，有畫展嘛，又要搞哈，同時呢，又還有偶像劇，還有舞台劇，又還有就係電影，錯嘛哈？所以我跟你講，按摩喊呢度，還有第10張專輯推出了，很多天空遊樂水，有一種客家搖滾的專輯，我的第10張專輯。剛發2個禮拜，是哦，對，熱騰騰。他今日假設講喜歡客家音樂的話，可以來支持一下。如果不想買的話也沒關係，上 YouTube 各個那個音樂網站打謝宇威天空遊樂水，全部做得幫你彈，好冇？你做得講海量呢？好，全部做得已經講客家話啊。我吃來講西安來為唱嘅羅時豐啊，都。四海料啊，四海我爸爸係講海料啦，媽媽講西安，但係大概西安吼，我講嘅時間了外平，怎麼講？肥片啦，肥片。改吃肉還可以呢。好，我們現場也有那個4海腔的專家哈，就是我們的局長。那個客語認證哈，你4縣腔、海陸腔都有通過哈，4海腔認證，你那個總啥？國家級認證啊！現在花蓮啊，花蓮很多人都一半，爸爸海陸，媽媽是縣。對。花蓮已經出現4海腔哦，所以現在變種的語言主流哈，主流。去年呢，我哋以為哈，我哋都花蓮哈，也有評審哈，係啊，所以哈，嗰邊帶通都非常好。像上禮拜出來演唱嘅徐世輝，繼續喺嗰邊個帶出來哈，即係安尼苗栗人哦，哈，所以呢，苗栗出當到人才，冇錯。從最早嘅吳承志老師啊，涂敏恒老師啊，林子元老師，全部係苗栗人啊。有樣苗栗之光，即係所以呢，安尼嘅盡經嘅前批哈，叫做寫歌一直留到下來哈，流傳當河哈，好，感謝。因為哈，真當難得嘅呢哈，啊像今日哈貼片我嫌佢哈，嗱不單係歌嘅唱，記者問他嘅地歌喺哈，當地講，因為歌曲嘅嘛當口語化，而真嘅13人。大天下，唔敢。有樣哦，來哈，天空遊樂水，你看多麼的口語，好嘛？好啦，因為也係先講嘅介紹哈，大家做到哈進一步嘅認識哈。現場按到安尼嘅觀眾朋友哈，今日我帶嚟乜個？下一條帶嚟日頭落山，太陽下山啦。哦，日頭黃昏嘅時候，日頭落山。好嚟，安尼來掌聲鼓勵。搖動你們手上的熒光棒，好不好？來哦，來！日頭落山咯，天邊的雲彩映相逢，金黃色通咯，秋愛進到海度咯，只海是天空路上愛的沙石能茶，涼涼香香的海風咯，吹起來愛的煩惱。
嘅海風咯，吹起嚟我嘅煩惱喲，感覺輕鬆咯，感覺自然咯。謝謝。好，這幫一位，謝謝。謝謝。安聽。因為咧，你睇咧節目當中嗬，節目大家有發覺嘛？全部就係現場演唱嘅，冇對嘴嘅。冇對嘴哦，看我們也是現場哈。第4年，第8場，全部現場嘅，絕對冇對嘴嘅。所以一般大家要了解啊，呢度所以安排節目全部都實力派。實力派的偶像歌手。但是啊，特別介紹嘅基本嘅樂吹。樂吹。鐘祥金老師，鐘老師，謝謝啦。兩吹嘅呢，也嗬，多啲安尼節目，尤其係歌曲，全部現場嘅嗬，來幫大家去嗬感受一下佢嘅功能。呢啲呢，要感謝嘛，今天的和聲老師。和聲老師。來，2位和聲老師呢，一位是我們的姚國強老師。老師好。好，另外一位呢，就係我們在客家電視台以及其他的電視台地方，大家我看見他的作品，佢嘅作品真好誒。熱烈嘅掌聲歡迎老師好，給大家揮揮手。來，我們的莊慧茹老師，慧茹老師。所以呢，呢條他講，哎呦，我現場呢，我唱嘅我按落，和聲也很漂亮。特別介紹。有樣，所以呢，你看現場的大家有熒光棒的熒光棒，沒有熒光棒的唱你敷衍狀哈，自己手機燈就打開，哇，非常的陶醉哈。沈蒙暗自先給大家很多的鼓勵。當然呢，帶通呢你嘅文化線呢，前面呢也介紹了兩姊妹。那兩姊妹呢，就係在10多年前呢，那就準備搭佢呢個舞台哈。因帶通見來見去，南鋪北鋪呢個所有嘅苗栗人帶通都按好嘅。兩姊妹乜嘅名呢？是新慧老師，還有麗華老師。是，熱情掌聲歡迎他們。大家好。帶來就係叫做安排嘅節目去啦，謝謝。謝謝。哇，現場好朋友，安子生哈，你們的到來哈，幫我哋客家文化能夠繼續的延續下去。再次安子生，什麼太高？什麼太高？安子生，謝謝。就係兩姊妹帶來嘅安排嘅每一年呢，就係冇咁樣嘅呈現，嚟大家再次嚟鼓勵下。好，安子生，首先帶來第一首歌曲。
现场好朋友，那荧光棒来挥动好不好？哇，让我感受到你看来多一边好吗？谢谢安子生什么大家。哇，好美丽的画面，哇，太感动了，爱你们，谢谢。谢谢按奖的方面，多谢太好感动，谢谢。多谢安子生。现场后面有重赏到那边，哇，谢谢。哇，现场按到贵宾，哇，真的好开心，这么多的长官。爱美丽，爱客家，爱叫我，爱继续，老师，继续啊，继续，好吧，谢谢啊，因为我们这是主曲，谢谢。谢谢老师主曲。喂，现场好朋友，掌声鼓励好吗？喂。
去朱国王的拜托到，啊老太面去提亲啦。啊，朱国王炒太面啦！哎呦，真是点对哦。没吃过爸爸的乱讲话，好心酸呢。哦，遇上了。情。
献给自己，用心来闯，闯也文化太高堂，闯也文化太高堂。客家妹子，客家妹子，三点三岁数真强。客家妹子，客家妹子，闯也文化太高堂。客家妹子。给那个掌声！哦给那个掌声！哇，谢谢安子鲜飞。花！非常哇，谢谢新慧大家老师、丽华老师哇，真谢谢给有赞。好，抖看镜头加太高笑一个哎呦哦，好感动桃李满天下哈，粉丝满天下。哇，这个完全不知道的，谢谢。待会呢非常精彩的表演。好，谢谢什么？那两姊妹哈，来，谢谢什么老师？还讲了两姊妹哈，真嘅为了你客家文化哈，打扮按多年哈，唔知哦，亲难得哈。亲难得嘅客家妹子。咦，我哋就洗脑歌哈。就要求了的哈，人家就说上到哈，用版型就变化了哈。好来，你节目呢哈，色彩大家本身较了解下。做乜嘅？你嘅从开始嘅硬体、软体，用版型流量呢讲法传发出去。你记得咯？你俩下全部都係现场而且直播的。嘿，有直播哈。好，亲近装嘅都。从俩呢节目一次眼神都俩下接到俩规划哈。真嘅按多年来哈，什么呀？不离不弃。不离不弃。没遇到这个10年了就是噻。好，最爱你的曲总、老口总哈，不离不弃，好然后呢，我们有个安好嘅软体的硬体公司哈，就係茱莉亚公司庄丽华是。遇到了。他没有出场哈，他在导播安尼的直播啦哈。佢遇到了节目哈，佢一剎哈頭腦，佢係太學嘅教書，跳下來留大家，所以做到哈本大家學腦。有呀。一神望大家呢哈，嚟鼓勵支持哈。表揚一下當做的哈。來，安尼咧一下接下來哈，我介紹嘅呢就係後生一批嘅。有呀，這個同後生家講，的確應該唐的人節目長大的吧？哎呀，好，他家有談哈，台灣聽到一個太亮啊，太亮嘅主持一個節目，佢大概一個叫個綽號，係嘛？屁毛劇。嘿，屁毛劇，幹嘛屁毛劇？講得你一個，白辣講嘅係咪講？哦，神拿白辣講係啦，神拿白辣講，好啦，你下談唔到，按用個客家話。好啦，共同嘅為一個後生嘅支持，帶來一首呢哈，就係屁毛劇，屁毛劇呢哦，咁多來帶出來，謝謝。熱烈嘅掌聲，朱鵬君。現場嘅朋友，大家好。恭喜你诞生。
色，色彩真神奇，朋友用手打出皮，打出皮哦，五色所见百景，义工同对爱马仕，特别小可爱游戏，红红衫给改线，写到一条游乐线。天文地理，天文地理，人情世故，人情世故，讲着咧情歌，讲着咧情歌，拼来讲个也讲，拼来讲个也讲，拼无欠也拼无欠，笑谈人生，哈哈，一场戏耶，一场戏耶。恭喜你生，色彩真神奇，朋友用手打出皮，打出皮呀！五色松林白鸡，义工同对爱马仕，南北小可白那西，白那西呀！红枫衫给改线，线到一条游乐线。天文地理，人情世故，讲着咧情歌，讲着咧情歌，拼来讲个也讲，拼来讲个也讲，拼无欠也拼无欠，笑谈人生，哈哈，一场戏耶，一场戏耶。哎呀，拼无欠，拼无欠，呀，要后生一批的哈，什么客家爱豆，客家爱豆好帅哦，Thank you。後生人哈，嗯就是講在疫情期間哈，一條客家組嘅都較關鍵嘅哈，就上到當到新歌曲哈。嘿，兩首歌曲就係林占義先生嘅作品。今年嘅作品哈，一簽到了條後生嘅哈，本期條大拍嘅係苗栗煙嘅哦，苗栗煙啊，一條婚宴啊。條婚宴，所以一條哈佔到天時地利人和，都寫了條歌嘅哈。都讀到再請後生人來唱，嘿，發揮到啲後生呢條哈，希要喺呢個子子孫孫呢條話，對歌唱有興趣一個哈。做對老先生來報名，係嘛？好，謝謝，謝謝，謝謝彭金，謝謝。接下來一介紹嘅哈，也係一位我早期嘅哈，有細細嘅有帶學生嘅哈，呢位呢哈，美少女，美少女哈，也今年呢貼配一帶啲首歌嘅來哈。按怎講啊？心悠悠，情悠悠。來，張景文、張新文哈，但是呢，大家看佢啊，出場啊當鐵樹啊。哎，天天的來，天天的來，佢呢主要出到茶貨啦，嗬。佢2個禮拜以前，然後呢，佢講佢本茶創到定得2天，這段時間呢，人生嘅跑馬燈就會上14號嘅演唱會要用嘅神啊，係咪嘅你做手粉呀？坐定倉，坐定倉。天有不測風雲，有樣。人要注意，成法要注意哈。帶來也係我在疫情期間寫呀，以前安樣版言，那叫咱我記記哈。來，下來心悠悠，情悠悠，來大家掌聲鼓勵。什麼先生？大家好，我係莊英文，帶來兩首心悠悠，情悠悠，希望我們之間呢能夠喜歡哦。心悠悠。
希望大家将俺嘅数好冇，让俺听下。希望大家带来了是心悠悠，情悠悠，什么？哎，怎么？这就是总金文、张新文哈啊。美少女哈，拍摄呢吼，差不多会好，差不多会好。工商爱好也可以疗愈一下自己哈。嘿，错。今日你接下来的歌曲，马上欣赏来下一首么？嘿，错。大家哈看到张新文就知的哈，可以今天抱病出场。嘿，错。真劲。你呢？呀，节目呢，继续个呢，也係在以前，你看也係一多年嘞。11年。11年啦，睇睇係咪11年啦？係啊。你咪講嘢啦。問題哦，唔聽有演奏喎。好，呀，最近呢哈，最近咪過年呢，頭擺搭擺過年噶，搭擺創物啊，恭喜你呀！啊，你今日帶來呢，就係咱可以做啲客家嘅過年嘅新歌曲咯，財神福神好運來。哇！大家都係好運來。真嘅。但是呢，今日呢，因為佢書上嘅關係。其實要好運來嚇。因為要好運來，所以呢，有請到兩位寫下來來配合啊。哦，真嘅。天賜的良緣嚇。好運來，好運來。你呢，請趙德武，還有朱鵬君，兩個來配合哈，哎呦，你係綠葉配紅花哈。有呀，你那個掌聲分享。希望大家，Andy 呢帶來了是財神福神好運來，大家聽下來哦。香港嘅朋友，捱氣財神，捱氣福神，捱嘅吧，出嚟啲神啊！嘿嘿，捱氣財神福神陪大家，好運來，嘿。手這個圍起，靠住我。
地太好，慢慢年。新年到啊，新年来，祝福大家新年好运来，财神到啊，发大财，新年新希望啊，年年都发财，发大财呀发大财，年年都发财。甘美满天福，子孙年太多。时来运转好运来，希望幸福变后台，金光常常滚来。财神福神到嘞，耶耶耶耶耶！嘿。哦，过新年了，现在都过新年了哈，有感觉过年的气氛嘛？有都像凉风暴啊！哎呦，你发财，恭喜发财！哎，你也係安尼哈，最近呢哈，你按多年呢帶通嘅後生嘅哈，所以當到後生嘅就哈，對安尼啲哈，最近苗栗歌手演唱會吼，年年做到本大家去啊，傾聽嘅啦。有樣，係咪本啊後生嘅呢？來熱烈掌聲，客家的愛豆愛豆。什麼現場嘅按到嘅觀眾朋友哈，最近安尼今日節目嚟哈，實在都當神夢大家，聽下他講嘅哈，唔看呢一條歌嘅，佢唱嘅碟位。乜嘢啊？叫剛叫係嘛？叫剛叫，是推吼，乜嘅意思啊？哦，叫剛腳是唔對嘛？但係啲50歲、60歲以上嘅人，嗬，全部都係客家練啊。現場嘅都當後生做唔得啊，做唔得。叫剛腳是唔對，對阿爸阿媽一隻來嘅嗬，啊啲都戇當當，但係好多東西當土色，咩夾，結果嗬，佢都喊天氣，佢本人唱家下嗬，我講一下嗬，唔想做得夾。結果嗬，托塞嘅索嘅托頂嘅嗬，啊來啊去講嘅下面，佢叫嘅嗬，過去殘度，講嚟講去我夾唔開吹，說唔推啊！好有畫面感哈！好啦，今日咧非常嘅神夢大家嗬，有呀，從頭到尾大家不離不棄，看現場係按到嘅安尼嘅聽眾朋友，神夢大家。本次介紹熱烈嘅掌聲，感謝大家。神夢大家。好啦，安尼咧。啊！所有嘅演唱人員過來呢，大家來謝幕哈，也有請安尼嘅局長林彥甫林局長以及湯慧清湯科長還在現場，還有余文忠余議員，賢伉儷哈，來共下來嘛，共下來唱歌嘅呢，第一首歌曲啊，苗栗山水好風光哈。好啦，呢個咧啊，一首歌嘅哈，一首到客家語言會哈。啊，特別的公司呢，甄選的一首歌哈，你話底位哈，有乜人唱啊你啊？有安尼曲唱底位上去，曲唱哈，曲唱嚟。好，安尼呢一首歌嘅哈，來帶帶呢哈，大家共同嘅來哈，謝謝。來，神夢大家苗栗山水好風光，謝謝。有
你叫做个讲两句嘛，啊。神蒙大家，安子生，神蒙大家，真嘅。好，谢谢神蒙大家在宾。在宾，神蒙安子生，感谢这边所有表演的歌手，神蒙，我们最后。来，我们的辛苦的钟祥清大乐队到了现场，带了这么多年把音乐的带了十全十美，谢谢。谢谢。我们的和声老师庄慧茹、姚国强，谢谢。谢谢林展毅老师。